關於善根，印光大師係咁樣講：念佛想要見到效果，必須要懇切念、經常念。如果講到種善根，即使係當玩咁樣念一句，都必定會種下善根。又因為呢個善根而喺後世而發起修行嘅心，所以古人大建寺院就係想啲人見到佛嘅形象，聽到佛嘅名號而種善根。所以如果有人肯念佛，固之然好；唔肯念，同佢講，佢聽到佛名號一樣種善根，聽得耐亦都會有大嘅功德。